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客館飲茶。港鐵鑽石山站嘅一出口出。出站後轉右過馬路，過馬路後搭電梯入商場，入商場後搭電梯上多2層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6早茶9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至3點半。星期1至6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12蚊。星期1至5早上9點至下午2點，小點22蚊，中點26蚊，大點30蚊，特點34蚊。2點後點心比2點前少1蚊。星期1至6早茶孖寶32蚊，12點前離座計，12點後離座收費44蚊。早茶早晨孖寶32蚊，鹽香雞飯，好香鹽焗雞味，飯底有啲腍，雞好味，好食，不過有啲肥，唔可以經常食。功夫小籠包，湯汁豐富，好食。黑椒金錢肚，外觀幾靚，唔夠腍，味道 OK。白灼西生菜，中規中矩，正常味道。星期1至6下午茶孖寶30蚊。下午茶孖寶30蚊，荷香珍珠雞，汁料豐富，唔錯。麒麟馬拉糕，鬆軟，有蛋香，幾好。魚蓉炸茄子，新鮮炸好，魚肉彈牙，茄子好食。香煎蘿蔔糕，唔會一夾就散開，有蝦米味，味道 OK， 可惜唔多熱，微暖。早茶埋單96個半，下午茶埋單92蚊。